荒漠甘泉4月17日，約伯記12章第9節，是耶和華的手所造成的。喺非洲嘅礦場裏邊，曾經發現咗一粒有史以嚟最大最美麗嘅金剛鑽石。呢一粒咁有價值嘅寶石就被呈獻咗俾英國皇室作為佢哋冠冕上邊嘅飾物。英皇將呢粒寶石送到一位知名嘅寶石匠嘅手上，你估唔估到佢會點樣處理呢？寶石匠攞起呢粒無價之寶，首先就係喺呢一塊美麗嘅寶石上邊刻咗一道好深嘅疤痕，接住就係攞起一個鐵錘，將佢狠命嘅一擊，一塊世上僅有嘅寶石就立刻裂開咗兩半，一個令人覺得好荒謬同埋魯莽嘅舉動。寶石匠要咁狠心廢掉一件舉世珍寶，我哋唔明點解寶石匠要咁粗心大意咁對待呢一件咁美麗、咁寶貴嘅寶石。原來事實並非如此，寶石匠喺打造呢一件咁寶貴嘅寶石上邊，係經過周詳嘅計劃，包括繪圖同埋打樣。佢會研究寶石嘅特質，修補佢嘅瑕疵同埋裂紋，經過詳細嘅鋪排，先至動手去打造嘅。而英皇所委派呢個人，佢係世界上邊寶石匠當中嘅第一把交椅。當我哋都爭議嗰一擊係錯誤嘅時候，原來就係寶石匠技術極致嘅表現嗰一幕。嗰一擊能夠使到嗰塊寶石成為咗世上邊最玲瓏有致、最炫耀光彩嘅金剛鑽啊！雖然表面上好似毀壞咗鑽石嘅嗰一擊，但係實際上佢係被拯救嘅。寶石匠人有銳利嘅眼光，喺尚未被雕琢成功嘅寶石當中，佢已經看出有兩粒無與倫比嘅美鑽埋藏咗喺裏面啦。有時喺我哋嘅生活當中，神會將我哋猛烈咁撞擊，當我哋流血、喪志，甚至喺靈魂深處哀號嘅時候，我哋覺得呢一擊係非常之可怕。我哋唔明白點解我哋嘅生命要承受呢啲嘅撞擊。喺我哋屬靈嘅生命裏邊，係因為我哋係神嘅無價之寶，而神就係世界上最偉大嘅寶石匠。有一日，我哋將會成為神冠冕上邊發光嗰粒嘅寶石。我哋係上帝嘅珍寶，喺佢嘅手中，佢知道點樣去雕琢我哋。如果唔係神嘅許可，係冇一個撞擊能夠臨到我哋嘅生命裏邊。每一個經過神許可嘅撞擊，都將會成為我哋生命裏邊超乎我哋想象嘅屬靈福氣同埋滋養。願神祝福你。